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伫今仔日形成的风台，离台湾还阁有2000多公里。气象署讲，这粒风台经过李宋岛转北平了后，无排除会冲入台湾。那真正弄入来台湾，就是57年来第一粒伫11月登陆台湾的风台。当然，即摆咧行的路草也有一定的变数，也毋过气象专家拢讲，不管转北平的角度是大是小。到时阵，台湾一定是会透风落雨，后礼拜2甲拜3影响台湾上大。大上桥工作人员杀草，哆啦 A 梦的好朋友真早就收工，就和12公尺高的哆啦 A 梦加几仔嘛先介消风，原来是有风特别扫来。今日透早，今仔欢喜来到高雄科学工业馆路口，会找无大只哆啦 A 梦的。爸爸妈妈都有告诉他们说，因为台风的关系，所以他们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就有分享，然后就有发现说，不见了，一点点可惜，因为我才刚回国，没看到。对，我今天有在找，但是就是如果是台风天的话，这样子我觉得这样比较安全。毕竟风台打架起来，有机会挑战50多年来第一粒11月登陆风台。顶一粒是1967年的江台吉达，这摆风会扫过所在海温悬，结果会愈来愈十八初响。预计伫礼拜1后威力上强，那伫近中心风速每秒48公尺，暴风半径迈来到300公里。过了菲律宾之后，一定会减弱，所以它到台湾的时候不会是强台。这个台风它本身的范围还蛮大的，所以说就算它的威力已经减弱了，影响的程度应该还是会不小。风台到底安怎行？各国的看法愈来愈相像，包括美国、日本、台湾的气象署，拢认为风会先登陆吕宋岛，随来个东北。关键就伫咧东湾角度的大小，对当知影敢会弄来台湾。不过无论如何，伫咧后礼拜2、拜3这2天，风雨会是上大。到时候呢，我们在北部东半部这边的降雨呢会比较持续而且明显，不排除会有些局部的大雨或是豪雨发生。而中南部的这一带也会随着台风的逐渐接近，带来一些水汽。道上路线也有无确定性，气象署嘛讲有可能发布警报，佮再加上东北季风的影响，要注意强变效应发生，各地拢未当待起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